造價地逼30億美元，滿載排水量10萬枕，靠住2座 A 級 B 型核反應堆提供嘅無限續航力馳撼大洋。美國超級航空母艦係當之無愧嘅海上頂級作戰平台，係冰冷而強悍嘅重工業戰爭機器。然而喺呢艘殺氣騰騰嘅鋼鐵巨艦內部，卻始終能繞住一股溫暖嘅人間煙火氣。燒火雞嘅焦香喺通道中緩緩滲漫，煎牛扒嘅油脂芬芳從鐵板上升騰而起，新鮮出爐嘅牛油麵包散發住甜潤嘅麥香。呢啲氣味交戲融合，構成咗航母官兵最日常亦最慰藉嘅海上生活底色。作為美國海軍全球部署嘅核心力量，美軍現役11艘超級航母，長年值守喺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等各大戰略海域。每一艘航母都係一座自給自足嘅海上浮動小城，擁有自己嘅發電系統、淡水製造廠、維修車間，甚至郵局同超市。而伙食保障正係維繫呢座城市正常運轉、支撐5000名官兵持續戰力嘅根基所在。單艘航母日均伙食預算高達11萬美元，98名專業炊事人員，分3班輪換24小時無休運轉，為全減官兵提供1日3餐加5夜加餐，日均產出海量餐食。若以11艘航母整體計算，日供餐量可達郜下3張份。呢個數字足以令一間大型連鎖餐飲集團望塵莫及。高標準餐食、精細化營養配比、常態化特色菜單，呢啲看似奢侈嘅海上福利，背後卻係一套極致精密、層層閉環嘅海軍後勤體系。更鮮為人知嘅係，美軍航母內部流傳住一個詐義嘅悖論：官兵們最驚嘅唔係粗茶淡飯，而係突如其來嘅牛扒龍蝦大餐。呢份旁人眼中嘅頂級美味，點解會令水兵集體陷入絕望？耗資百億嘅航母後勤體係點樣高效運轉？每年維繫呢支航母艦隊嘅伙食與後勤，究竟要燒掉幾多軍費？等我哋逐層拆解美國超級航母嘅海上伙食真相。喺美國海軍內部一直流傳住一句經典紅話：戰艦戰力始於食堂。喺美軍嘅後勤邏輯入面，官兵嘅士氣、體能、專職直接決定艦隊嘅實戰能力，而3餐伙食就係最基礎、最關鍵嘅保障。航母上嘅炊事兵絕非普通後勤人員，而係經過數月封閉式專項培訓嘅專業烹買人才。佢哋唔單止要精通各種烹賣技法，仲要具備紮實嘅酒店管理知識、嚴格嘅實辦安全管控能力，以及應對極端壓力下嘅團隊協作素養，全權把控全艦所有食材嘅加工、出品與衛生安全。但呢班專業大廚手揸滑閒，卻冇半點菜譜決定權。監上每日食乜嘢食材，點樣搭配菜式，點樣輪換，完全唔由廚師自主決定，而係由幾千公里之外嘅海軍總部統一制定。呢個看似反常識嘅規則，正係美軍全球海軍後勤體系嘅核心關鍵。美軍長年有30幾萬水兵分散部署喺全球數百艘艦艇上，橫跨各大洋，由北極冰海到波斯灣熱帶水域，距離跨度極大，時區各異，補給條件千差萬別。如果各監廚師自主定菜單、自主採購食材，全球後勤補給體系必然陷入混亂，物資標準五花八門，採購成本無法統一，營養配比亦會鐵底失控。為解決呢個世界級後勤難題，美國海軍總部搭建咗一套統一標準化體，係21天循環菜單制度。呢套菜單係覆蓋全海軍嘅通用標準，唔分艦艇各位大細，唔分部署喺邊個海域，唔分處於執勤定係休整狀態。無論官兵係喺太平洋深處執行陣撚任務嘅福特號上，定係喺地中海巡航嘅杜魯門號上，抑或係喺大西洋進行例行訓練嘅咸海戰鬥艦中，全球所有美軍艦艇當日嘅菜品完全同步。今日全網統一供應香辣烤雞翼、配忌廉粟米，所有艦艇嘅餐桌都會喺同一菜單週期內同步上線。真正實現咗全球海軍飲食嘅標準化與同步化，呢個喺人類軍事後勤史上堪稱前所未有嘅壯舉。統一菜單嘅核心價值，唔只係簡化後勤流程，更實現咗標準化補給與精準化營養管控兩大閉環。依託固定菜單，美軍後勤部門可實現全球統一採購、統一定價、統一配送。補給艦船只需按照固定清單批量輸送標準化冷凍食材與乾貨物資，無需為唔同艦艇嘅差異化需求調整方案，極大降低咗遠洋補給嘅難度與成本。與此同時，呢套菜單嚴格對標美國國防部軍用營養標準，
係專為水兵高強度作業量身打造嘅體能保障方案。根據官方規範，男性水兵每日需攝入二燦850大卡熱量，相當於5個巨無霸漢堡嘅能量總和，以支撐長時間嘅高強度作業。女性水兵每日標準攝入2100大卡。每一套循環菜單都經過精密測算，嚴格把控蛋白質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硫離子等營養元素嘅配比，同時兼顧宗教飲食禁忌、食物過敏等特殊情況，全方位適配官兵海上高強度執勤嘅身體需求。監上廚師僅能夠喺唔改變營養核心指標嘅前提下，微調口味細節多少少黑胡椒、咁些少鹽，增加某啲香料嘅用量，以此喺標準化框架內優化用餐體驗。日常三餐主打標準化與均衡化，而節假日嘅航母伙食則會迎來全方位升級，成為官兵海上難得嘅慰藉。感恩節、聖誕節等重大節點，美軍航母會打破常規菜單，推出頂配節日套餐。福特號會批量烤製數百隻金黃酥脆嘅原隻燒火雞，每隻重達10幾磅，皮脆肉嫩，香氣四溢。尼米茲級航母則會拿出重磅福利，為全體官兵供應厚切牛扒加鮮嫩龍蝦味嘅豪華雙拼餐。呢度藏住一個關鍵嘅成本細節，一份高品質牛扒龍蝦套餐嘅食材成本約25美元，而一隻可供6人食用嘅完整燒火雞成本僅20-30美元，前者單份成本係後者嘅數倍。不少人疑惑，點解唔同航母節日餐標差距懸殊？難道艦長擁有自主預算特權？答案並非如此。美軍嘅軍費核算體系遠比想象中更加嚴苛精密，每一分錢都有明確規定。美軍實行基本每日伙食津貼制度，呢個係所有啱艇伙食成本嘅核心紅線。津貼每季度會根據通貨膨興率與市場物價指數動態調整，精準鎖定官兵單日用膳最高預算。本土駐港陸軍士兵日均餐標約19美元，而海外部署海上執勤嘅官兵因遠洋運輸成本更高，執勤環境更艱苦，日均餐標上調至24.7美元左右。單艘超級航母嘅每日伙食總預算計算公式固定且透明，當日在崗人數乘以單人每日伙食津貼。以滿編57名官兵嘅航母為例，按單人日均22美元津貼核算，單日伙食預算精準，鎖定11萬美元，全年無間斷核算。港上每一份食材、每一杯飲品、每一包調味料嘅消耗都會精準抵扣當日預算。年度財務核算嘅核心標準極為嚴苛，全年預算必須分毫不差，足額用盡，既唔超支浪費一分一毫，亦唔結餘克扣半點口糧，以此最大化保障官兵嘅飲食嘅權益。基於呢套預算規則，牛扒龍沙大餐嘅終極真相終於浮出水面，同時亦解鎖咗美軍航母最扎心嘅地獄笑話。節日頂配大餐看似係慷慨嘅福利，實則係精準嘅預算平衡手段。豪華餐嘅超額開支會被平均態度之後數月嘅日常伙食中逐筆抵扣。喺一頓龍蝦、牛扒盛宴過後，官兵們之後幾星期嘅餐桌會大幅降級廉價嘅水煮、粟米蒸薯仔成為主食主角，肉類與歌菜嘅供應比例大幅縮減。海鮮更加係不見蹤影，用極盡平淡嘅日常餐食嚟填補節日盛宴留低嘅超額成本缺口。比預算平衡更令水兵絕望嘅係非節假日嘅突發豪華餐食，嗰個係航母最精準嘅壞消息預警信號。喺常規執勤日，一旦食堂突然上線牛扒、龍沙等頂配菜品，全減官兵非但唔會歡呼雀躍，反而會集體陷入情緒低谷。呢個係美軍傳承數十年嘅潛規則突發豪華餐，意味住既定返航計劃取消，海上部署任務無限延長。軍方高層深知長遠洋部署對官兵心理嘅極致消耗，為咗緩解任務延期帶嚟嘅負面情緒、安能低落嘅士氣，佢哋會喺宣佈壞消息之前，先用高熱量、高品質嘅美食進行情鏈鋪墊。呢種看似奢華實則扎心嘅特殊餐食，被水兵們自嘲為壞消息晚餐，成為美軍航母獨有嘅悲情傳統。亦係呢艘鋼鐵巨艦上最荒誕、最令人哭笑不得嘅軍旅黑色幽默。龐大嘅用餐需求，24小時不間斷嘅執勤模式，造就咗航母驚人嘅餐食產能。好多人疑惑，共殺3000份日均餐食總量從何而來？其實係多重現實因素疊加嘅結果。單艘滿編航母搭載2500名艦員，加2500名航空聯隊人員，總計5000人。常規一日3餐即產出85000份，
餐食基礎產能，11艘航母滿編狀態下基礎日供餐量可達16000份。然而，美軍實際部署規律決定咗產能會動態回落至真實水平。日常僅有3艘航母處於滿編海外部署狀態，士艘處於訓練休整階段，僅有3000人左右在崗，剩餘士艘則入駐船，休進行大修換料，僅保留次別50名留守人員。同時，航母作為全天候運轉嘅作戰平台，各崗位輪換，從不停歇。早晚班交接時段會出現用餐高峰重搭，且專門開設23點至凌晨1點嘅午夜加餐，專供夜間甲板勤務、戰機保障與設備檢修嘅夜班官兵補充體力。多重動態因素相互搭加，最終形成咗11艘航母日均鋯盤3000份餐食嘅穩定產能。呢個數字背後係精確到每1分鐘嘅後勤調度藝術。支撐呢種恐怖產能嘅係航母內部工業化智能化嘅趨勢體，係新舊兩代航母嘅廚房佈局差異顯著。尼米茲級航母設置5處分散廚房，各自獨立運作，協調難度較大；而全新福特級航母採用集合化設置，整合為2座超大型綜合炊事倉，流水線式作業流程大幅縮短咗，從備料到出餐嘅時間效率翻倍提升。航母廚房嘅設備完全適配1000人級供餐需求，係任何民用餐廳都無法比擬嘅工業級配置。核心設備係60加魯約合227升嘅巨型蒸汽夾陀螺，內膽容量堪比家用浴缸。佢依託航母核反應堆產生嘅富餘高溫蒸汽進行加熱，無需明火，受熱均勻升溫快速，可一次性濃煮數百斤食材，批量熬製濃湯、烹煮意大利麵、加工肉類主菜，高效適配1000人份嘅主食與流食供應。此外，超大尺寸嘅鐵板煎烤台長達數米。可同時炒製大量蔬菜，翻烤數百份牛肉漢堡扒，場面蔚為壯觀。工業級焗爐全天候運轉，批量烤製官兵最愛嘅牛油小麵包，金黃酥脆甜香四溢，為鐵底解放人力，保障出品統一。航母標配全自動麵手滾圓機，大量麵粉與清水經機械攪拌成型後，可快速產出大小均勻嘅麵糍，全程自動化發酵與烘烤，完美適配奧神人規模嘅麵點供應需求。先進嘅設備係基礎，捱得苦嘅炊事團隊先至係後勤體，係真正嘅核心。航母炊事兵係全艦最辛苦、最勞碌嘅崗位之一，全年冇特殊休假，全天候高強度作業，為保障官兵清晨6點準時食到熱辣辣嘅早餐。炊事人員每日凌晨3、4點就要摸黑到崗開始備餐，早餐收尾後連喘息嘅時間都冇，便要無縫銼接午餐嘅籌備工作。午後經歷短暫休整，即刻啟動晚餐食材嘅清洗、切割與加工，深夜仲要值守午夜加餐，為夜班官兵供應熱湯與點心，全程連直運轉，日復一日。福特號航母單艦配置98名專業烹賣人員，僅前部綜合炊事倉就配備16名資深烹碼專員與4名輔助勤務兵，分工明確，各司其職。有人專職負責肉類處理，有人專注蔬菜配切，有人掌控火候與調味，有人統籌出餐節奏。食材搬運、精細化備料、高溫烹碼餐後全益清潔、餐具消殺，每一個環節都喺高強度循環中運轉，日復一日地保障住全艦5000人嘅飲食運轉。即便後勤體系足夠完善，炊事團隊足夠敬業，航母用餐依然存在難以規避嘅現實痛點，亦係官兵們最頻繁嘅吐槽對象。排隊內餐食凍冇座位。航母內部空間寸土寸金，每一平方英尺都有明確嘅戰術功能規劃。餐廳面積根本無法同時容納5寢人就餐，每到飯點，走廊都會排起蜿蜒長龍，由餐廳入口一直延伸到通道轉角。歷經長時間嘅排隊等待後餐食大多已經冷卻，原本脆口嘅炸雞變得軟腍，熱辣辣嘅湯汁亦已變暖，而擠迫嘅餐廳常常一座難求。大多數官兵為咗趕喺下一班執勤前食完飯，只能捧住餐盤喺走廊幾乎角落，甚至舷梯旁邊快速就餐。身後嘅洗碗消殺設備早已全速運轉，高溫蒸汽與水流聲立鳴作響，爭分奪秒地清理。為下一批次用餐人員完善嘅餐飲體系，離唔開清晰嘅層級管理與嚴苛嘅物資管控。每艘航母均設有專屬餐飲主管，通常由資深後勤軍官擔任。統籌菜譜規劃、全球供應鏈對接、年度數百萬美元伙食預算管控等核心工作。旗下設置首席烹飪場，負責日常炊事運營與成本核算。
再細分為炊事倉主管、國務記錄員、質量監督員等崗位，層層壓實責任，形成一條完整嘅管理鏈條。其中最低條卻至關重要嘅崗位係崗處管理員，佢哋手握航母多層冷庫冷藏室與乾貨倉庫嘅鎖匙，係全鑑飲食物資嘅守門人。每日食材出庫必須嚴格對照標準化食譜，精準核算用量，杜絕任何人為因素導致嘅超額領取。所有物資出入庫必須全程台閘登記，每一隻雞蛋、每一磅麵粉嘅去向都有據可查，杜絕一切浪費與流失。同時喺惡劣海況下，艦船劇烈搖晃時，佢哋必須喺坎波中迅速加固所有儲物設施，用錦帶撐桿同防滑盾固定重型食材箱體，防止其喺貨架間猛烈撞擊墜落，規避安全風險。遠洋無補給、無外購渠道，5000人每日消耗數帆食材。航母之所以能夠實現數月唔靠港持續執勤，核心依託於美軍數十年累積嘅成熟海上補給體系。航母編隊平均每星期海展一次大起步海上物資補給，呢個亦係海軍後勤最驚險、最硬核嘅操作。每一次都如同一場精心編排嘅高空雜技。海上補給分為兩種核心模式，其一是垂直補給重型運輸直升機，從補給艦甲板起飛，往返於補給艦與航母飛行甲板之間，吊掛數港重嘅食材、乾貨與日用品。喺艦船高速航行、海面氣流混亂嘅狀態下，精準完成物資投放與回收，全程船翼立明，鋼索很緊，風險極高。其二是航行橫向補給，兩艘總計15萬磅級嘅攀岩巨艦，喺起伏嘅風浪中保持同向同速，數十米精確間距，艦體之間通過鋼索穹架快速輸送批量貨盤，同時連通高壓軟管，同步完成食材補給與艦載機航空燃油嘅加注。甲板官兵需要喺冚波嘅風浪中快速分揀物資轉運入庫，爭分奪秒地完成每一次補給任務，任何失誤都可能導致裝備損壞，甚至人員傷亡。喺所有補給物資中，淡水係唯一無需外部補給嘅核心資源，依託核動力系統產生嘅充沛電能，航母搭載高效海水淡化設備，日夜不停咁通過多級蒸硬與逆止透技術，將海水淨化為純淨飲用水。唔單止完全滿足5產名官兵嘅飲用、洗漱與清潔需求，仲可以為艦載機進行高壓清洗除鹽，避免機身金屬材料喺鹽竇環境中加速腐化，為航母長期遠洋執勤提供咗最根本嘅保障。枯燥漫長嘅遠洋執勤中，特色飲食福利係調節官兵心態嘅重要方式。雪糕係航母上極其稀缺嘅奢侈品，並非物資短缺，而係冷庫空間寸土寸金。戰備儲存模式下，需要優先儲備高熱量肉類食材與煮食原料。雪糕僅喺獨立日、感恩節、聖誕節等重大節日才限量供應，每人一份，杯水車薪卻彌足珍貴。而海軍專屬嘅啤酒日更加係難得嘅狂歡福利。自1914年美軍海軍全面禁酒令實施以嚟，所有艦艇嚴令禁止酒精飲品，違者將面臨嚴厲軍紀處分。唯一例外係艦船連續45日無靠港務岸上休整，且短期無法返航時，艦長可向上級指揮官申請專屬授權，確督批准後開啟啤酒日。喺嗰一刻，官兵們可以喺飛行甲板上吹住海風，每人領取2罐冰凍啤酒，圍坐在夕陽下嘅甲板上短暫放鬆。呢個成為嚴苛海上任務中為數不多嘅減壓時刻。圈狀嘅食堂入面，仲有一處極具溫度與情懷嘅特殊角落——戰俘與失蹤人員紀念桌。幾乎所有美軍艦艇嘅餐廳中都固定擺放住一張鋪住潔白台布嘅空台，單以空字紅色絲帶為擋，禁止任何人入座。台上倒扣嘅酒杯，寓意嗰啲失聯嘅戰友在日無法舉起酒杯同大家同慶。盤中擺放嘅一瓣檸檬，象徵被俘人員所經歷嘅酸夏與無盡苦夏。散落喺台面嘅白鹽，則代表住家屬們日夜守候、默默流淌嘅眼淚。呢一張空多佢嘅餐桌，承載住美軍對犧牲與失聯軍人嘅深切感懷，成為整艘冰冷戰艦上最溫暖、最肅穆嘅精神綠點。呢套看似煙火拿碎嘅海上伙食體系，背後係天價軍費嘅沉重支撐，為維繫近300艘艦艇嘅全球部署與日常運營，美國海軍年度運營預算高達600億美元。其中相當比例用於人員薪資、食材採購、海上運輸與後勤保障。亦正因為呢套極致精密、燒錢無數嘅後勤體系，超級航母先至能夠徹底擺脫後勤治國，
實現數月甚至半年以上嘅長期遠洋部署與全天候戰備待命。由21天標準化菜單嘅精密統籌，到海上刀尖上嘅驚險補給作業，由預算分毫不差嘅嚴苛核算，到藏匿喺頂級美食背後嘅軍旅無奈，由工業化嘅高效炊事設備，到承載深沉情懷嘅紀念空台，美國超級航母從來唔只係一台冰冷嘅戰爭機器，佢係一座閒浮喺大洋之上嘅鋼鐵小鎮，係一個擁有食堂、郵局、超級市場、教堂、醫院甚至酒吧嘅完整社會單元。千億軍費嘅宏大馬士之下，係無數炊事兵凌晨3、4點喺精氣神慢嘅廚房中堅守崗位嘅勞碌，係萬千水兵漂泊深海嘅單調日常，係大國海軍後勤實力最真實、最鮮活嘅縮影。